公路局统计，公路甲市区的客运目前欠司机员有2215人，游览车是欠2500人到3000个人左右。有立委就烦恼会影响公共运输。也那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讲，会思考提升运价，甲提悬驾驶的薪水来吸引人才。客运慢慢驶入去转运站，准备迎接坐车民众。只是望过去，那公路客运坐车人无亲像较早遐济，驾驶员往有欠工的问题。工作压力大，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，客数多，而且有时候还要面临奥客的不合理的公审，那诸如此类啊，都让很多年轻朋友对我们这个行业却步。比起公路客运驾驶，逐工有固定上下班时间，游览车司机毋都爱赶旅游行程，为早无用甲暗，下班时间佫定定无固定。偏向于用车时数下去做规范，在合理的工时内，那我们拿合理的价钱。这么多的一个样态可以做驾驶，但是他就不一定要来这个产业做这个游览车的驾驶的这么危险性、风险高的工作。大客车驾驶欠工问题有偌严重？数字会讲话。根据公路局的统计，公路客运驾驶人拢总3625人，欠772人；市区客运目前有10806人，欠工1473人；游览车客运有17084个驾驶，欠工问题上严重，有2500人至3000人。有立委伫交通委员会提出统计司机的薪水，平均月薪是6万至9万，按过薪水有超过1/3拢是加班费。针对大客车驾驶人力不足，交通部长陈世凯提出改方。开放到68岁以下都可以来开这个客运，1300多人的这个人数有留下。我们希望有一些外籍的移工跟侨外生可以补充到这方面的人力。陈世凯表示，有关叫外省甲移工担任驾驶，目前还搁咧研究。若是欠工问题，会当为运价开始调整，透过提升运价，同时指定用伫提升驾驶的薪资。公路局原来继续招募，补充差不多3000外人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